礼拜时间已经要到，请闭办咱的心来朝见上帝，请走个。
耶和华的奴仆啊，恁着学乐，学乐耶和华的名，愿耶和华的名受学乐，对即时甲永远。咱即时来吟圣诗303首，圣诗303首。主，我要学乐你，尽心尽意，我要保养你。奇妙大权能归荣光你性命。主，我要学乐你，尽心尽意，对你要找到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请起立来吟全首。请咱犹原兄弟用使徒圣经做咱对信仰的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水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林内受苦，顶是被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我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我永远活命。阿免。请坐。咱来启用启文第31篇，启文第31篇，我来启，恁来用。厝底若毋是上主建造，城若毋是上主固守，恁早早起来，暗暗正困，拖磨趁食嘛无采工，上主所听的人。伊互因好困，囝儿是上主所赐的产业，婴仔是伊的报赏。少年会是所生的囝儿，亲像勇士手中的钱。种地把百的人真有福气，因伫城门口甲对敌争辩，
拢会直到见效。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尊敬伊道路的人真有福气。你会当食双手拍拼得到的食物。事事顺利，真正幸福。你的某伫厝内亲像熬结果子的葡萄树。你的囝儿为着你的道，亲像橄榄栽。一声，敬畏上主的人一定这么幸福。愿上主对錫安赐福予恁。愿你一生会看到耶路撒冷繁荣。愿你会看到行行顺顺。愿以色列平安和平。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带领阮平安进入2026年。伫过去，阮看见你的恩典甲保守。展望未来，愿阮将即新的一年完全奉献伫你的手中。虽然阮毋知头前的道路会如何，但是阮深深知影，你是阮的牧者，阮无伫欠缺，一切毋望拢伫你。只要相信，毋免惊，阮就会看见你伫阮生命中的计划甲带领，带阮向前行。求你赦免阮，常常以家己的聪明甲智慧来做事，掠家己做悬做大，无高举你的名，无以基督为大。主啊，请你赦免阮的罪，愿你恩待阮甲阮厝里的人，消除阮所有的烦恼甲痛苦，使阮平安甲喜乐。毋管伫啥时，拢有你的祝福相做伴。求你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伫过年期间真无闲，求主看顾大家出入平安，出入蒙福，享受家庭的喜乐。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来报告，即时来报告本会消息。本主日为总会原住民事工主日，敬请兄弟关心奉献甲代祷。第二点，本会定伫2月17拜二上午9点举行2026年新春青社礼拜。本会各县外对社青、学青牧区甲儿童牧区献诗。礼拜会后有茶、点心、联谊，欢迎兄弟合家参加新春庆团圆。3、春节期间第一小点，2月15礼拜甲2月22礼拜早天祈祷会暂停。第二小点，2月18暗时8点拜三祈祷会甲2月21拜六青崇礼拜拢暂停一遍，敬请兄弟留意。礼拜3对2月16拜1甲2月20拜5农历新春年假，除了2月17拜2新春青社礼拜后，我本会办公毋免上班。2月21拜六正常上班，敬请兄弟留意配合。第4，因为春节假期，本会本主日2月17新春礼拜，下主日2月22主日礼拜，逐项奉献刊登伫3月7日的周报，敬请兄弟假时留意核对，感谢配合。第5点，下主周日2月22举行2026年第一遍圣餐礼拜，第1场、第2场、第3场礼拜。青崇礼拜2月14举行，敬请兄弟庆祝全体陪餐会员有备心共供受圣餐动目主恩。本会定伫3月13拜5暗时6点半到9点半，3月14拜六早时8点半到暗时9点，伫敬拜中心举办专人经成营，对象有本会受洗会员、门徒、学校上期的学员必修，费用是学员是600块，囡仔是200块，请伫3月7日前用 QR code 或是向办公室来报名。本会2025年度第一学期信用培育奖励金开始接受申請，依规定申請搁符合標準的，請伫3月7日禮拜前提出申請。3月5拜四暗時8點召開獎勵金小組審核。本會伫3月8禮拜頒發獎勵金。第8點。本會定伫4月11甲12拜六甲禮拜舉辦2026年野外禮拜，會當自由來選擇參加。
一日游核实2日游，地点伫台东阿美民族文化村知本温泉知本森林游乐区。一日游费用一人1375块，3月以下600块，无占车位，无用餐。教会会友一人补助300块，合作社社员一人补助300块。美2日游费用是4人房，一个人是4500块；2人房，一个人是4950块。3岁以下1000块，无占车位，无用餐。教会会友一人补助600块，合作社社员一人补助600块。以上费用包含车主门票、保险、午餐、暗餐、报名价。3月22日前截止报名，报名请向办公室。若要坐共车的，才做伙报名；若分开报名，就无办法做伙安排。第二，具体消息，合作社第一小点。还未领取纪念的社员，请早着仆仔甲囡仔伫个3月初1前向合作社领取。第二小点，2月14拜六甲2月21拜六，因为逢春节期间暂停办公，敬请社员提早来存款还贷款。第二，信望爱册房定伫本主日伫教会1楼广场甲油厂敬拜中心有贩卖福音春联，敬请有需要兄弟前往选买。3告解消息，请安牧师。兄弟大平安。平安。咱本会出身的康文祥牧师，伫3月初8下晡3点，伫嘉义中会新妇教会举行进庭退休感恩礼拜。教会有备办福音车，伫本主日进前，咱办公室来报名。跟牧师嘛是我启蒙，就是阮信主拄着第一个牧师。我结婚证婚的牧师陈信祥牧师。所以我人生2大代志，拢是咱油厂教会出身的牧者来辅导来带领代表讲咱教会所培育的真正造就伫咱教会界真侪需要。第二，咱高雄中华教育部有举办咧抄圣经运动请咱去办公室领迄个你所报名所需要的考纸第三，就是咱第35届亚细亚访问盛会伫8月初2到初9，费用是28000块，搁加上300块美金，是要上迄个基督山的费用。请咱要报名伫到下主日下主日3月初1进前，办公室报名讲，搁爱交迄个护照影印本，一个专业2月初1嘛应该写毋对，3月初1好。第四，咱高雄中华妇女事干部高雄小区举办3月2日的灵修旅游，地点伫嘉义的平房咖啡加遮的所在，费用是1750块，请咱伫3月初1进前，咱的队长许淑瑜技师来报名，妇女生活队报名，每人补助300块以上。请咱三教来恭守上帝话，记载伫以赛亚书43章18到19节。以赛亚书43章18到19节。耶和华安尼讲：恁毋通纪念前的事，也毋通想早时的代志。看，我要做一项新的事，大地发现恁敢毋知吗？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愿上帝话踮伫咱的心内。即时要请妇女圣歌队来学乐上帝。
即是要请本会阿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看上帝要做一件新的代志。看上帝要做一件新的代志。阿牧师请。各位兄弟大平安。今日就是人讲的少年日，甲你隔壁来，咱互相讲新年恭喜。耶稣听你。哦，我听到真正有人礼拜煞，就要转去故乡去甲亲人相约团圆。嘛有人要利用这过年一礼拜，有人讲一礼拜，有人讲9天，不管几天，就是有人要出外佚佗吼。感谢主，2025年已经过啊。不管伊过去的一天，你所经验的事是事也好，互你艰苦心也好，相信咱的主耶稣听咱每一位，伊必然伫未来新的一天，伫你我的生命中间，互咱经验伊伫咱生命所行新的事。阿门。今日咱看经文，以赛亚书43章18节到19节，看起来真有盼望。不过，这个盼望的情是安怎？是真悲惨。伫迄悲惨的中间，上帝甲一些百姓讲出一个盼望的话。所以，咱看今日的经文的历史背景，就毋是犹大国当咧国家发达、经济繁荣、物质丰收的一个国家。为什么？迄当时的国家面对的是受巴比伦帝国来侵略，百姓受掠去到迄个国家，你就会想象国家受毁，因的处境偌凄惨。圣殿被毁掉，国家灭亡。这个百姓原本是会当大声讲见证讲，伊是犹太国的百姓，伊是上帝的选民。但国家无伊啊，百姓受掠伫外邦的所在，因过去迄个身份、荣耀身份受剥削。毋但安尼，因去到外国迄个所在，伊互祈求，你的上帝伫底？意思咧甲口说啊，吼。哪安尼遮凄惨？哪来到阮的国家啊？了解，咱所算遮个发生的技术，你会知。第一，咱看来讲，圣殿被毁掉，量下段25章，你讲到巴比伦帝国，尼布甲尼撒王耶罗波攻入耶路撒冷城的时阵。咱看到城受毁，圣殿被毁掉。迄个犹太人敬拜上帝迄个信仰的中心，上要紧的所在，既然话巴比伦帝国来攻入，哇！百姓四界流浪去其他国家，连伊敬拜圣地嘛，互巴比伦收毁。国家的核心无伊啊！对当时的犹大国的百姓来讲，伊看袂到盼望啊！国家无伊啊，靠啥物盼望？徛去走去别个国家，嘛讲去用骗受，去用判轻，去用吞达。这国家无伊啊，选来阮遮有尊严无？无尊严。迄当时迄些百姓，因常常过来问我。上帝啊，你伫底啊？上帝，你搁伫个事件中间咧掌权吗？无，我今日看如此的处境啊！上帝，你有咧掌权无？上帝，你搁会支持我无？我伫遮，我是你的囝，我今日拄着遮，你会支持我无？因为这，让咱拄着重大的打击的时，还是挫折时，咱总是会问上帝：上帝啊！你哪互我拄着如此的苦难啊？
特别咱当时的百姓面对城池受毁，面对信仰中心的圣殿受毁，因失去国家的保护了，因受掠去外邦的所在受苦待。即个受掠去外邦的所在，毋是像咱正讲哦，我要去移民去美国，我要移民去纽西兰，我要移民去对，毋是遮尔事实呢。伊受掠去外邦的时是安那？是伊个艰苦的日子，是用看紧的日子的。如此的重大的苦难，对以色列时来讲，心艰苦，真正可怜大啊！可悲主怜你啊！所以俩真咱看到，面对人的苦难，咱要安解说？你安怎看待以色列是因受的苦难？从到解迄天，嘛是新日家，马丁路德，伊讲啥？伊讲伊认为上帝无伫荣耀中，乃是伫苦难甲世界顶悬显现家己。主耶稣为着咱每一人做承受世界的使命，对人来看，哦，这个号称上帝的囝，耶稣既然沦落伫方顶世界的处境，对人来看，迄顶世界是苦难。总是伊顺服天父之意，使命，互人伫世界顶悬得到救赎。主耶稣嘛伫世界得到荣耀。牧师伫台北咧牧会时，何牧师迄阵读台湾师行，伊接受一个临床管护叫 CPE 的训练。训练了真好，就倒来甲我讲，细俊啊，哦，你要去报名马街病院受的迄个临床管护训练 CPE 啊。我嘛知，我读4年就听过啊。等于是那我为着要写论文，我写的论文题目是地方教会关心外籍新娘，迄阵叫做外籍新娘。我咧研究讲。用台南关四间教会咧做咧关心的外籍新娘，究竟有帮助教会复兴无？所以也因为这个论文，我必须要去到台东立信基金会实习，去研究外籍新娘安怎来，因来台湾安怎生活，要生囝的时阵会拄着啥物问题，我拢研究过。也因为这个研究要写这论文，我失去这个去病院实习的机会。当我伫台北咧金美教会牧会时，何牧师咧甲我介绍这个课程，讲好哦，无来训练嘛真好，对牧会有帮助。安尼我就透早入病院，8点入病院，下晡5点离开病院，敢若上班的吼。但我嘛常时咧牧会，伊迄病房中间爱教即个院牧部的人即个牧者即个关怀师去关心病人，去巡病房。迄阵就是迄倒伫病床是少年得癌症末期的病患，嘛有啦，车祸意外受伤的断骹断手的啦吼，无断头啦，断头翘去啊。遐重大断言的病患，特别因迄个癌症末期的啦，也是迄个意外受伤，迄个遮个人因倒伫病床，因的心情特别去怎样甲关心。阮就是训练安怎甲遮个病患讲话。因为牧会中间嘛拄着会友拄着经济问题，拄着钱的问题，譬如说叫人倒回啦，譬如说伊卡债吼。以前有一个信用卡借钱免利，借钱免利，人讲借钱免还的吼。到有影借钱免还才好，拢是真侪人伊迄个信用卡打出来时阵想讲安尼会当刷卡哇这
开始将线拍，无拍算，一句2句未深了，这个费用成做伊经济真大负担。另外这主要说，伊将来无否定人世间有苦难。耶稣伊嘛讲，恁有苦难。伊讲恁有苦难，世间有苦难，伊讲有啦。恁耶稣嘛有信哩，恁伫世间有苦难，就是后壁讲啥？恁通放心，我已经赢过。另外这咱知影，当摆是面对外国的势力来侵略的时，因的敬拜的圣殿受毁，因的国家受灭亡。咱来看《列王记下段25章，你记载，迄当时的中东的政治的版图有做真大的改变。原本真强的亚述帝国来衰败，取代的是打兴起的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帝国是当兴起，尼布甲尼撒王，伊迄个战败中间，战争中间拍败迄个埃及，成做中东迄个区域上强的国家。迄当时，犹大国伫踌躇，我要挖埃及的，还是要挖巴比伦？迄当时，咱看这国家的地图大细，咱就知影，犹大国成做两个国家中间弱小的缓冲国。迄当时巴比伦王入籍犹大王一个王叫西底家，迄个西底家伫政治中间去踌躇，到底要挖对一国，总是这西底家伊无听先知耶利米的苦劝甲警告，讲你毋通反背巴比伦。这先知甲安尼讲，伊讲上帝要接落外邦的巴比伦，成做犹大国的审判的工具。总是呢，西底家伊无听耶利米的苦劝，伊安那挖，伊甲伊的部属就要挖过迄埃及来成做伊的瓦克。伊相信埃及会成做伊的帮站，结果埃及却无成做真正拯救伊的国家。咱看到巴比伦帝国知影即个犹大国安尼背叛伊，就要甲掠。西底家伊半暝要逃走，伫耶利哥平原中间受掠起来，受到巴比伦的审判甲国刑。怎样国刑？第一，伫伊面前杀死伊的正囝，切断伊王朝的血脉；第二个，捂掉伊的目睭，上眼；第三，用铜的链锁掉伊，互伊彻底去感受到迄个受侮辱的感受。最后第四个，互伊受掠去巴比伦，教老拢是掠伫关牢内底。另外这咱看到西底家伊无愿意听先知耶利米的警告，最后互伊的国家沦落伫灭亡的命运。所以当人会骄傲会性命的时，伊听袂入上帝借伊落卜警告的声。所以咱知，咱若有一个愿意听的人空，无论这话是好听、歹听，是刺杀话，咱若有一个耳孔真愿意听的人空。所以咱看到，当百姓受流落去到外国的时，
因看袂到什么，看袂到国家佮复蹈过去的英华，过去的国势，因为国家灭亡啊。第三，因的国家灭亡了，因的身份啊，就无去啊。原本是上帝选民，原本伊是犹太国的百姓，伫国家过着舒适的生活。哇，国家灭亡啊！人讲无国哪有厝？犹太国的王尾啊，约哈敬，伊原本要巴比伦帝国讲，我做你的附庸国，做伊的附庸国第3年，像我讲过，就开始背叛巴比伦，伊要听先知亚利利的警告。上帝决意要通过用巴比伦帝国，成做上帝对伊百姓审判的工具。所以咱看到，因为约雅敬的背叛，互这巴比伦帝国的军队搁一届攻入犹大国。伊圣经内底，你讲到因的处境偌惨嘞，伊列王下段24章，咱来读这段经文，请搁将耶路撒冷的众百姓、甲众首领，以及所有大官员的勇士，共1万人，连一切甲讲铁啊，拢掠去，除国内及宋乡人以外，无一个村，无剩一个。所以咱看了，除了极宋乡的人留伫南犹大这国家境内，村的高人、大官的人、首领、精英，拢抢掠去对，掠去巴比伦。偌济人？1万人。村的无掠的，拢是伊国家内底极宋乡的人。莫怪诗人伫诗篇137篇遐讲，伊安尼讲，咱做来聊伊，请我捌坐伫巴比伦的河边，一下受着失安，目屎就流。我将阮的琴吊伫迄位的柳树，因为伫遐掠阮的爱阮唱歌，唱阮的爱阮快乐，讲你甲我唱一首失安的歌。阮伫外邦兼会当唱耶和华的歌。哇！对这诗句中间，你会看到啥物？诗人坐伫外国巴比伦的河边，受着故乡就流目屎，受着过去巴比伦迄个舒适的环境，那无伊啊！因毋但失去土地，嘛失去对国家、对土地归属感。所以另外在你想，伊徛遮，这也毋是我的地啊，这毋是我熟悉的国家啊。因的心内受着艰苦心，这互我想着啥物？互我想着过去，咱真侪台湾人，因为伫海外，因为政治的因素，互因无法度自由倒来伊家己故乡。突然心中会满腹的艰苦，艰苦心，所以外国的台湾人，伊袂当倒来台湾的故乡，因伫外国拢唱啥物？唱黄昏的故乡啊！黄昏的故乡安怎唱？来，我无啥会晓唱，恁会晓唱？来，请尹光甲咱放。
叫我这个苦命的身躯，流浪的人无厝的渡鸟，孤单人来到异乡，有时也会念家乡，因你有时来听见着好。南犹大国家，伊受领去外国，伊无得阁重新转来因过去欢迎自由的南犹大。那时阮嘛受剥削，真做受领的百姓。当即个处境的时，因国家受灭，圣殿受灭，因的信仰受起笑。伫以西结书36章咧讲。伊去到因所教的外邦遐，亵渎我的性命，因为人子因来讲，这是耶和华的百姓对伊的地出来。了解咱看到，犹大国家的百姓受了去巴比伦，外邦的百姓安那取笑因，因安那亵渎上帝的性命，甲因讲。这是耶和华的百姓对耶和华的地出来，哇！外邦的人即讲你的神伫对啊，较互你如今遮尔啊凄惨落魄。巴比伦攻击犹大国，得了胜利。有人问讲：哎，犹太人足敬拜上帝，难道这个上帝无能力来保护因吗？了解。上帝借着外邦的巴比伦帝国对犹大国来审判，所以咱看到对人的历史来看，犹大国真悲惨，就是上帝依然掌权的其中。百姓因为无顺服先知的吩咐，坚持去找其他用的犹大埃及国来对抗巴比伦，互巴比伦受气。来反倒转来，搁一届进攻犹大国，然后这当百姓去败坏时，上帝名受侮辱。所以，当咱若歹所行，直到凄惨落魄的时，这外邦人安怎看咱？无好见证。所以咱看到。当百姓无好因为上帝的名无得到荣耀，诗篇115篇来讲，米撒就互外邦人讲，当恁的上帝伫叨落。这对一个亡国的百姓上艰苦的，互人问着即句话啦。啥物话？你的上帝伫叨？较互你。如今凄惨落魄，伊毋敢讲啊，无啦，是阮家己犯罪啦。阮的王也无听先知的话啦，直到阮国家灭亡，甲无去。了解，面对这个悲惨的这个一连串的事件，对犹大国家百姓来讲，是无得看到毋茫的。虽然过去的百姓、过去的王无要听上帝差派先知的苦劝，直到国家受灭亡，新闻是剥削，信仰受起笑。然而，伫咧这么悲惨的犹大国的中间，上帝依然通过先知甲百姓讲，也我安尼讲，毋通纪念前的事，也毋通想。早时的代志，而且我讲着，你毋通纪念前的事，就是对先知也入去的经过中间，对过去的预言，当如今拢应验了，
先知甲因讲的这个话，讲因的国家已经灭亡啊，因的百姓受掠伫巴比伦啊，这个话讲一一就应验出来。上帝要通过先知，搁一届甲百姓讲：你毋通纪念前的事啊！你毋通纪念去想讲前偌艰苦啊！你若毋通纪念前恁的过去的王甲百姓怎样背离上帝的事啊？过来，上帝嘛甲因讲。你若毋通想早时的代志，什物叫早时？古早的时代志，什物古早代志？你若毋爱去想什物？古早你的列祖怎样出埃及？怎样伫旷野经过红海？这个历史你若毋爱讲啊！你来讲，如今上帝要甲犹大国百姓重新立约。阿门。所以咱看到耶利米23章的记载，记载啥？咱来看这经文，咱做来读。耶和华讲：看，日子要到，人指耶和华应我来救助，也无要讲伊是带一些后的对埃及地出来，因是指耶和华应我来救助，是要讲。伊带以色列后的带因对北方的地，也对安尼我所赶因到的地，因要徛起伫即所在。这段经文就是讲啊，迄鼓励受掠的百姓，重新仰望放伫迄个有权柄、有权会当为你做新事的主爱的上帝遐。前上帝甲百姓所立的约。虽然百姓受掠，互因的信心渐渐的衰败，互因敢若就要无去啊。但是要到上帝要继续甲百姓重新立约，伊说百姓要重新看到上帝怎样互因经历伫因中间行新的事，阿门。所以了解2002年，像咱头仔咱的即事甲咱祈祷的。伊2002年的未来一天，咱毋知影未来一天会发生啥。总是你有信心，上帝要甲你立信用，上帝要伫你的生命中间做新的事。什么叫新的事？你毋捌经验过，所以甲你隔壁讲，未来一天，上帝要互你经验新的事，伊要来。有影，未来一当上帝要互你经验新的事，所以咱看到第19节、第10节讲，看，我要做一项新的事，但要发现你竟毋知嘛？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然后这对伊些历史，伊捌经过红海，有无？有。伊捌经过伫旷野无水通啉、无通食的问题无？有。但上帝讲，我要做一项新的事，什么事？伫旷野开新的路，伫沙漠开江河。这事嘛，这事你对过去历史的历史中间，你从来毋捌看过发生安尼。所以咱知，你若第18节甲19节，你会看到上帝互因的毋望来，咱看什么？前的事，早时的代志，互什么？新的事，当地发现所取代。前的事是指苦难的事，早前的代志是指因祖先怎样经历上帝恩典的事。当上帝要用新的事，当要新的发现，要所取代。你有看到无？一个毋望。过来，你看到什么？毋通想，你竟毋知嘛？要取代啥？要取代，毋通纪念，看，我要做一项新事。所以咱看到，过去上帝讲毋通想，
你囝唔通想哦，你唔通想，但上帝要讲，尾后要甲伊讲，你囝唔知影嘛？会啥？你囝唔知影，即个整个我的上帝要现主时为你做新事嘛？有毋茫无？有啊，唔通去纪念，唔通去纪念遐个唔好诶，要变做啥？要取代啥物？看，我要做一项新的事。所以咱看到，伊迄第18节、第19、20你有看到吧？你有看到毋茫诶？上帝要爱百姓注目看伊啊，要怎样互因伫经验到毋捌经验的新的事？上帝亲自对百姓讲啊，我要伫旷野开道路，要伫沙漠开江河。有影，这项事对以色列历史的中间的确毋捌发生过。对百姓来讲，是真正是新的事。旷野是啥物？旷野代表孤单啦，趴远啦，看起安无渺渺无方向的啊，沙漠诶，沙漠你会拄想啥？沙漠像无水嘛，无水会啊，会喙干嘛，搁来咧。欠缺嘛，沙漠无生命嘛，啥物嘛无，加土尔，无生命。真侪人人生受困伫迄个旷野中间，工课无出路，家庭无方向，学习拄着瓶颈，无法度突破。堪猜你一直祈祷，无法度得到上帝回应。总是咱看到。上帝甲当时的百姓讲啊，上帝并无讲我要甲你带离开旷野，上帝讲我要伫旷野甲你开路。上帝无一定会改变咱的环境，但伊会当伫迄困难的环境中间，甲咱开一条新的路。阿妹，所以咱看到圣经内底，上帝无应允讲我甲你带离开旷野，但伊讲我要伫旷野甲你开新的路。了解，毋若伫旷野开新路，伫沙漠会当有江河。了解，沙漠上欠啥？上欠水的，总是会当伫沙漠会当开江河。代表啥？上帝要行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一切超自然的现象。阿妹，了解，2026年你是毋是备办好啊？哦，上帝，你的生命中间做新的事呢？上帝对当时的百姓讲啊，恁唔通纪念前的事，唔通想早前的代志，就是你唔通纪念前伊受了180份艰苦的事啊。2025年有啥物困苦的事，互你干那想着咧烦，互你安尼挥之不掉忧愁。毋莫去纪念遐，莫去想遐过去的毋好，过去互你忧心的事，嘛莫想讲这人对我毋好，迄人对我讲话，互我艰苦心，莫去想啊。嘛莫去想讲我信主的30年前，上帝偌恩待我领受上帝恩典偌济，感谢主。过去的上帝恩典有影是恩典。总是你毋通一直停留伫过去上帝恩典，你要看现主时，上帝伫你的心上行新的事，得新的恩典。阿门。所以你甲你隔壁讲，新的一天，咱要得到新的恩典，预备来。安尼问讲牧师啊，我是安怎得到新的恩典啊？我定定听人讲牧师啊，我75岁啊，着安尼啊啦，着安尼啊啦，敢若袂改变啊！我年纪大啦，人嘛行到这岁啊，袂改变，为什么恩典敢若无啊啦？毋通袂记住哦，上帝无年手术恩典无年龄的限制哦，上帝手术你无年龄限制哦。无讲看你老我你好啊，年老啊，恩典得有够济啊，莫免互你啊。无，
上帝稳定无因为年纪的关系来受限制。咱来看圣经，亚伯拉罕75岁受亡掉，摩西80岁开始带领百姓。加勒伊讲伊85岁，犹原遐尼勇壮，了解？这是毋是新的事？是啊。所以上帝要伫你的身躯顶做新的事，毋那是属少年人，属什么人？属愿意相信的人。你愿意相信上帝要伫你的身躯顶做新的事无？阿妹，咱无啥相信，你有相信无？无论你年岁几岁，圣经讲的上帝稳定互你的，无在你年岁偌大，伊永远要互你。甲你隔壁讲，上帝要互你稳定，无论你几岁。要互什么人？要互什么人？对啦，你啦，你什么人？我要互相信的人啊，阿门。讲规半部牧师讲的重点，咱抓着。要互相信的人啊。甲你隔壁来讲，上帝有点要互相信的人，毋是互我啦，我嘛知我，是我是啥我，是相信的人。问你家己哦，你有相信上帝无？有无？这边有，这边无，有无？有，毋通有无？安尼无好，安尼敢使讲有无？有，乖乖，有无？有。无后边迄字莫加起啊吼，所以了解，上帝要互人诶，无在稳定要互人无在年纪啦，要互愿意相信诶人。所以咱伫平凡诶生活中间，期待上帝做稳定诶事。真侪人讲哇，上帝要行新业，已经是大思考新业，无啦。上帝伫每一日中间，拢伫你诶身躯。你的生命要动工，你要有好的关系，要有一个喜界心，要有一个突破祈祷，要有家庭的恢复，这拢是上帝为你做新的事。阿妹，2022年，上帝要为你做新事。2025年，想看觅有新事无？有无？过去无啦，我袂记得了。爱的记忆，上帝要每时刻拢要伫你身躯顶做新事。所以咱内心的一冬，咱向上帝祈祷3个方向。第一，讲主啊，更新我的心，毋是换环境。像我头讲的，上帝毋是要带你离开旷野，上帝要伫旷野开道路。所以上帝爱咱开新的眼光，毋是咱甲别人关系，毋是等别人改变。乃是我先改变，阿免。第二，主要甲你生命开道路，你可能需要去卡条的，家庭也停止，也是你欠学习真忝，上帝要伫旷野甲你开道路。第三，你甲上帝讲主啊，互我真做刚好，上帝你互我的水，真做流通的管道，当主你祝福我。毋是我家己尔，我嘛要将祝福互兄弟姊妹，阿免。所以亲爱兄弟，咱的四个一当四个起点，咱有真侪未知的未来，但咱知影讲事，上帝已经伫动工。甲你隔壁讲，上帝已经伫你生命动工，伊袂来。你爱相信，上帝伫你生命动工，可能你佫看袂清楚。但你的精神已经放下啊，所以上帝讲看，你看到个额头，看种啥？看啥啦？看头前啦，看顶悬，看头前，看，唔通低头看环境，唔通低头看手机啊，爱额头看上帝作为。毋通互过去成做你的捆绑，毋通互你现主时的情况来惊着，因为咱的上帝是做新的事，新的一冬，
毋是我熬做，咱是上帝伫我身躯顶要彰显伊的荣耀。新的一天，上帝要伫咱的旷野中间看见道路，要互咱伫沙漠中间看见江河的流水的声。愿荣耀归予昨今日直到永远，永远做神事的上帝。咱同心来祈祷。是阮天父上帝恩典的主，阮感谢你，上帝你的恩典，伫2025年，主阮也袂记后面主神伫头前，着上帝你为阮查标来跑走，伫阮人生的处境，伫未来一天，主阮相信，上帝你伫阮的生命中间，不时会做新的事，这新的事是想事。既然凡事相信的人，主阮每一个人拢是相信你的人。阮愿意将阮生命的主权交托你，互主你的掌权，互主你的带领。阮相信，伫未来一天中间，要充满新的事、新的恩典伫阮的中间。愿主你使阮祝福，听阮祈祷，阮同心来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回应诗373首，请咱起立做伙来吟。救主耶稣，我日子。功德。咱这是为着咱2026年未来新的一天，咱同心来祈祷，亲像牧师所讲的，上帝要以你的生命做新的事，要记纳凡事相信的人。
你求上帝讲，主我敢是一个愿你相信的人，我敢是愿你将主权交予你的人。咱为着这来祈祷，咱若为着咱教会、咱的团队祈祷，求上帝帮助咱，同为咱的团队服侍，互咱教会经验了上帝伫未来一天阁有丰盛的祝福。最后嘛，为着咱的国家祈祷，互咱国家无论总医生，无论国防医生，拢会当伫立法院调解之间的调解，这一切拢会当顺利通过。咱举起咱的双手，咱大声喊三声主，咱同心来祈祷。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你啊，主耶稣，我感谢你，伫过去2025年中间，上帝你的恩典，互阮满满祝福，互阮虽然过去一天，互阮拄着艰苦的事，总是新的一天，阮相信上帝，你要让阮生命行新的事，要互阮经验毋捌经验的事。主啊，这个事点是超过人所想，这会超出人的祝福。愿上帝你祝福阮，互阮真做一个凡事愿你相信的人。主啊，看你，互阮毋是抬头，毋是低头看手机，毋是低头来看环境，而是抬头祝福看主。主你帮助阮，互阮伫这个地方看，我们祝福来看你。主你祝福阮，上教会。就讲2022年，愿上帝有典，主来祝福阮，互阮未来一天中间，上帝你祝福阮的国家，无论是总理上，无论是国防上，主你祝福阮，互阮调解之间放下彼此的心结甲议题，互阮为国家来伸手来帮助台湾，更前迈进，互台湾搁一个新的武器来保护家己。主你祝福阮台湾，互台湾成做新国独立的国家，互台湾成做你所欢迎国家来应当你的名，主你是多人求得的。听我的主，我感谢你，以过去的一天，我感谢上帝主你恩典的带领，无论阮过去互阮艰苦的心的事、流目屎的事，还是互阮欢喜的事。愿拢一尽献上感谢，就是以2022年，主你通过今经文，你要手术建立凡事相信的人。主，愿相信主你是阮生命主，我愿意相信主你是阮掌管的主，来带领阮，要引导阮，互阮伫2022年要经验上帝你满满恩典。阮也要将油厂教会，阮的每一个团队。每一个同工交托你，愿上帝眷顾，互阮团队以主的带领下面经历丰盛的祝福。阮也将阮的辛苦白听的兄弟交托你，愿主你里面医治，互因经验了上帝你未来新的一天，伫你白听中间要做新的事。主你也祝福阮的国家，阮的国家不管总医生还是阮的国防医生，拢会让顺利通过。互阮台湾成个一个真真正正新个独立的国家，来伫这世界为主你发声，为主你做见证。愿以主名前同心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请坐，这是按有备心要来奉献，请这事进前来服侍。
伫天顶的爸，你是供应阮一切所需要的主，赐福阮伫临者中身心灵拢得到饱足，有好的精神甲气力，做正主的工。为着阮所领受的献上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祝福齐恳。祝祷，请王牧师。咱同心，咱领受对上帝的祝福。阮将你交伫上帝恩典、慈悲甲保护身手。愿全能上帝、爸、囝、圣神恩典带领人民，伫2002年中间，上帝守护咱，无论出无论入，上帝守护人平安，对这时到永世代无尽。请坐，麦道闭会。